今年已经迈入第21档的台湾国际蓝展，唔但是世界级蓝花界的盛会，同时嘛是世界三大蓝展之一。这届更加结合加了20档，再次客会亚太蓝花会议的主办权，市长希望更加侪人会用共同来参与。因为去年结合台南400，蓝展就吸引30万人次到场参观，希望今年会用突破35万人次。这个是一场兰花界的盛会。本来台湾国际蓝展就已经是世界3大蓝展之一了，这次更结合了亚洲兰花会议，这也是睽违了许多年，我们台南市没有主办这个亚洲兰花会议，之后再一次的接办，这真的是非常开心。去年我们2024年台南400年，总共台湾国际蓝展总共迎来30万的这个参观的人潮，今年希望能够突破35万。也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参与。从3月8号到3月23号，这2个多礼拜的时间，等着大家来迎接最璀璨、最美丽，而且最科技的兰花盛会。申办单位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文贤表示，因为台湾国际蓝展已经办了20档，今年的主题是后一个20档，加上永续发展、家己环保意识的提高，现场4大主题区。将带领民众来探索自然甲建筑，透过兰花结合时尚、工艺的科技，甲沉浸式的体验，探索艺术甲生态的结合。我们期待了20年之后的下一个20年，就是我们的亚太蓝展。20年前，我们曾在这块土地上办理过台湾第1次的亚太蓝展。那等待了20年。我们今天又迎接来了第2次的亚太蓝展暨台湾国际蓝展，在兰花科学园区来办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兰花盛宴。那今年的策展，我们以 Next 20，下一个20年，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成绩，将这个产业带到最高的一个高峰。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，包括农业部、农粮署。花博协会以及这位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，现场嘛有人气的女团紫月光的舞蹈表演。因为内面有团员本身是台南人，因此嘛为台湾国际蓝展来徛台，为将要来到的台湾国际蓝展注入了青春甲活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